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指控涉嫌性侵害专栏作家卡洛尔的案件，纽约法院的陪审团暂时驳回性侵害的指控，也毋过判川普要针对性虐待、甲诽谤罪名赔偿5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1亿5000万的代票。川普嘛伫网络抛文指控这判决无公平，川普的律师嘛表示讲，因会阁提出上诉。76岁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涉嫌伫1996年曼哈顿一间百货公司刺杀警性侵流行杂志专栏作家卡洛尔。陪审团伫初九宣判，川普伫性虐待甲诽谤的罪名成立，要赔偿500万美金。另外，性侵部分因为无到法定性侵程度被驳回。79岁卡洛尔行出法庭时阵无讲话，个笑眯眯。伊透过声明指出，真相总算清楚。川普代表律师是讲，判决结果让人感觉真奇怪。You know, it was strange. Part of me was obviously very happy that Donald Trump was not branded a rapist. I did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liability findings, so we'll pursue it. We'll pursue that. 川普透过社群写几篇文章控诉审判不公平，甲判决结果真不足人，佮批评美国司法体制。进前也针对总统大选议题，批评民主党是假信息党，讲家己最后会胜过拜登。川普伫2021年底宣布过竞选美国总统，伊涉嫌真济件刑事诉讼，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官司的前总统。根据便利社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虽然川普官司定审，不过核心的支持者依然毋捌改变立场。4月川普为风吹的费用案件出庭了后，民调无共反倒拉提悬，初九民事诉讼判决，川普毋免坐监，也加深支持者认为川普是司法受害者的印象，后续是毋是影响川普的选情，要搁观察。高盛员工提出的薪水甲风险成平集体诉讼案，高盛集团甲原告伫初八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付2.15亿美金，核心代表66亿和解金，结束12年诉讼案件。差不多2800个伫高盛银行投资管理甲证券部门担任助理甲副总裁职务的女员工，伫2010年提出这场性别歧视集体诉讼，原本6月份伫纽约审理，伫高盛同意付和解金甲证实性别薪水差距工作表现评估的改善条件了后，宣告结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